今日开始，赶紧来关心中度风台凯比，暴风圈已经伫今仔日半暝2点去吸到咱台湾的陆地。风台中心可能会伫下暗对宜兰也是花莲登陆。明仔载风台中心就会进入台湾海峡，了后往福建去。拄则气象署有针对风台的动态做出详细的说明，咱来听详细的预报。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台风的最新的位置哦。那从目前的最新位置，在今天早上8点，台风已经来到了宜兰东南东方大概210公里的海面上。这个台风未来会逐渐的朝向西北西的方向，逐渐往台湾东北部的陆地前进。我们预计大概在今天的深夜这一段时间，台风的中心就有机会从宜兰或花莲附近登陆。那随后经过台湾北部陆地，在明天清晨到上午进入台湾海峡北部。这一段时间将是台风对台湾影响最为剧烈的时候，我们要特别提醒，随着台风逐渐的接近，在沿海东海岸的浮标，我们已经看到了5米高左右的浪。那其他的在东半部的沿海，包括恒春半岛等等，浪高也都有来到2米以上的浪高啊，风浪是逐步的在增强。我们预计今天有些海岸可能会侦测到6米左右的浪高。另外，在风力的部分也是明显的加强，除了兰屿站有出现11级的阵风，澎嘉有出现10级的阵风之外，其实包括在中部以北以及东半部的沿岸，在今天早上都普遍已经出现了7到9级的强阵风。我们要特别提醒，随着台风逐步的接近啊，风力上会明显的再增强啊。那我们来看到是风力预报的部分啊，这个是今天早上这一段到中午之间的风力预报。其实各沿海都已经有机会出现8到9级的阵风了。那当中包括了离台风比较近的台东、绿岛、兰屿、恒春，以及台湾海峡上面的澎湖，可能会有9到10级甚至以上的强阵风出现。到了今天下午，这个风力会进一步的再增强，几乎各县市的阵风最大阵风都有机会来到10到11级。那包括内陆的县市嘉义、台北跟南投，风力也会逐步的增强到8到9级。